呢一個星期係喺25,710日之前，由先知使者預言嘅。然後神喺2022天前派遣以弗所書第4章嘅先知約瑟伯林漢弟兄嚟到提醒我哋，先知信使威廉伯林漢嘅預言好快就要應驗啦。佢話俾我哋知，神正在訓練我哋留喺家中，喺全球各地舉行家庭臍帶崇拜，好讓我哋學習如何喺一啲教會將會關閉嘅時期，喺屬靈上生存下去。關於家庭教會，呢個並唔係新事物。伯林漢弟兄曾經咁樣談到拉合喺耶利哥嘅家庭臍帶教會。嗰一晚，佢哋喺佢嘅家裏邊做教會，佢用佢嘅房子嚟到做教會，接受信息。神啊，讓我哋打開心門，接受耶穌今日活着嘅信息。佢就喺我哋中間。神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係一樣。打開你嘅家門，讓聖靈使者進入，以神自己嘅存在，你身上嘅記號嚟到認定你。咁樣你就唔需要聽別人嘅話。神喺嗰度就會為自己說話，神就喺度，冇錯，呢一個係神嘅記號，識別佢自己。拉合用自己嘅房子招待信使，然後佢把全城嘅所有會信嘅人都帶到佢嘅信物之下。今日嘅教會都應該咁樣做，把所有會相信嘅人都歸在記號之下。伯林漢弟兄亦都講到，信使逐家逐戶咁樣去，與百姓一同掰餅，有大神蹟奇事發生。神總係藉着一個先知，一個人嚟到領導佢嘅子民。今日神再次引導我哋進行家庭臍帶崇拜，因為教會聯盟同埋政府將會關閉我哋傳統教會嘅建築物，儲存嘅食糧已經俾咗我哋，讓我哋可以支持呢一段嘅日子。傳統去教會嘅方式好快就會消失，神仍然藉着第7位天使使者威廉瑪利安伯林漢餵養佢嘅羔羊。而家來自伯林漢會堂同埋約瑟伯林漢弟兄已經聚集一起嘅信。親愛嘅皇家祭司，大家咬咬你嘅手指，搓一搓你嘅靈魂，拉一拉你嘅心。今日耶穌基督嘅新婦在呼喊，呢一日呢一個預言就喺我哋眼前應驗啦。我相信喺呢啲榮耀嘅日子裏邊，當呢一個聯合嘅教會聯盟走埋一齊，新教皇被帶出美國，按照預言放喺嗰度，咁樣我哋就會形成一個像野獸一樣嘅形象。上帝先知嘅聲音喺1954年12月19日講話，9個月之後，羅拔普雷沃斯特就係而家現在嘅教宗奧利14世嘅誕生啦。佢而家就係羅馬嘅新教皇。耶和華如此說，已經實現啦。1946年5月7日，神將佢嘅先知安置喺印第安納州嘅格林和方，賜予佢嘅使命，並向世人宣告：呢一個係我帶領嘅第7位天使使者。我向世人發出聲音，請聽佢嘅聲音。8年前，當主嘅天使喺印第安納州嘅格林和方見到我嘅時候，從小就跟隨我，顯示異象。當佢見神嘅時候，神講：如果你誠心讓人相信你，在禱告面前，冇任何嘅東西能夠站得住。瑪利安伯林漢係神揀選俾世界嘅聲音，佢係一位大能嘅先知。神嘅道會臨到佢，根據神嘅道，佢係唯一解釋神嘅話語嘅人。神親自用火柱為佢證明。2025年5月7日，撒旦喺羅馬嘅西斯廷小教堂安排咗佢嘅紅衣主教選舉，以選出佢哋嘅基督代牧人，實現主如此說。佢被人以一團白煙狂迎。當我哋親耳聽到、親眼睇到先知嘅預言得以實現嘅時候，全世界嘅基督新婦都在歡呼、高喊、尖叫、讚美主。
我哋彷彿睇到紅海在眼前打開，新鮮嘅嗎哪從天而降，數以百萬計嘅鵪鶉餵養新婦，水從磨石流出，火降下嚟，與以利亞一同吞滅祭物。預言每一日都喺度應驗，神應許嘅道正在喺我哋生命中彰顯，事情正在喺我哋周圍發生。新婦藉著聽道同埋相信道，使自己做好準備。我哋係道成肉身，真的，我哋到咗，時間到咗。新婦喺全世界歡呼喜悅，前所未有地咁樣團結埋一齊。先知話俾我哋知，我哋係神嘅皇家祭司，係聖潔嘅國度，係被呼召、被選出、被揀選、撇下嘅特別子民。我哋而家係神嘅兒女，由神嘅靈帶領，唔係由人帶領，而係由靈帶領。我哋知道，毫無疑問，我哋係神嘅新婦，我哋嘅信心每日都達到新嘅高度，冇人能夠阻止我哋，亦都冇人能夠拖慢我哋。神已經將佢嘅道顯明，並固定喺我哋嘅心靈裏邊。新婦已經完全認清我哋嘅身份，我哋喺屬靈嘅應許之地，完全擁有一切。我哋擁有屬天嘅平安、屬天嘅祝福、屬天嘅靈魂，一切都係我哋嘅。我哋只係喺度準備神接下來要俾我哋嘅東西。主嘅號角要吹響，喺基督裏死嘅人要先復活。呢一啲嘅天體要降下嚟，穿上地上榮耀嘅身體，喺一瞬間、眨眼間就會改變。我哋將會與佢哋一同被接上升，在空中與主相遇。幾咁美好嘅一日，幾咁美好嘅時光，我無法以人類嘅語言表達我哋靈魂中嘅感受。我哋嘅心在狂跳，聖靈就好似一口自流井喺我哋內心湧動。新婦從亞當嘅時代就等到而家呢一刻，而我哋而家就喺呢一度。我歡迎你，我邀請你哋，我嚟懇請你，請與我哋一齊享受呢一個世界最美妙嘅時刻。喺本星期日傑弗遜維爾時間中午12點，我哋將會聽到神嘅聲音向我哋揭示佢嘅道。錄音帶編號60長橫0518，兒子的名分2，約瑟伯南漢弟兄。訊息前要讀嘅經文有創世紀第1章26節，以弗所書第1章全章，羅馬書第8章19節，加拉太書第1章6至9節，希伯來書第6章全章，約翰福音第1章17節。直到下一次，神賜福你，願你平安。